在国际经贸关系的复杂版图中，一场为期3天的中美谈判悄然落下帷幕。这场谈判既没有如外界预期般发布联合声明，也未曾召开任何形式的新闻发布会，甚至连谈判过程中的诸多细节都未曾对外界过多披露。然而，即便在这般信息相对闭塞的氛围下，国际社会依旧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此次谈判背后所潜藏的异常气息。一场关乎中美经贸格局乃至全球产业走向的无声较量已然展开。谈判期间，美方的一系列举动率先打破了表面的平静。美国突然对外释放消息，声称要对中国部分商业企业加征高达200%的关税。这一强硬表态瞬间引发了市场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可令人意外的是，就在谈判结束后不久，美方又迅速宣布延长178项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期。美方这一先硬后软、看似矛盾的操作，让外界对谈判进程产生了更多猜测。与此同时，中方代表在结束谈判离开时，仅发表了一句看似普通的外交套话，却在无形中成为了打乱美方谈判节奏的关键所在。短短3天时间，中美双方在谈判桌上的角力，让两国之间的经贸互动浮现出全新的走向。而在这些表面动作之下，更深层次的博弈逻辑远比以往任何一次高调的交锋都更为复杂。每一个细微的举动背后，都蕴含着双方对自身利益与战略布局的考量。此次中美经贸谈判的时间选择极具微妙性，具体定于2025年8月27日至29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率领代表团以极为低调的姿态前往美国参与谈判，与以往中美高层对话中公开透明媒体铺天盖地进行报道的场景截然不同。这次中方代表团的赴美行程几乎没有提前对外发布任何预告信息，在谈判进行过程中也没有相关的同步报道对外披露。整个访问过程的氛围被刻意营造在一种低调乃至神秘的状态之中。事实上，中方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推进此次谈判，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这种低调的做法本身就清晰地表明，中方并不希望此次谈判被外界解读为是在公开场合向美方妥协，也无意通过高调的宣传来彰显某种立场，而是希望以一种更具弹性、更灵活的方式，在谈判过程中深入探查对手的真实底细与战略意图。在过往的中美经贸互动历程中，中方很少采用这样的谈判策略。此次的战术微调也从侧面反映出中方在应对中美经贸博弈时更加注重策略的灵活性与针对性，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谈判方式，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在此次3天的谈判进程中，美国代表团在谈判桌上直接向中方抛出了3项核心要求，每一项要求都紧密关联着美国国内的关键利益领域。第一项要求是中国必须增加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项普通的农产品贸易议题，但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其背后牵扯着美国复杂的政治生态。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农业领域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尤其是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这些地区的选票在总统大选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直接关系到总统候选的能否成功当选。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美国大豆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这直接导致美国国内大豆库存高企，众多大豆种植农民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农民的抗议活动也时有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国能够重新大量采购美国大豆，对于美国的政客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能够缓解农业经济困境的经济议题，更是一个关乎政治生涯的政治自救机会。可以说，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下，大豆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美国政坛中政客们争夺选票、巩固政治地位必不可少的重要筹码，其背后所承载的政治意义远超经济价值。第二项要求是中国恢复对美国出口稀土材料，稀土作为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对美国的诸多关键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美国的战略命脉。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军工体系以及新能源产业等领域，都高度依赖特定种类的稀土元素来保障生产与研发。而在全球稀土产业格局中，中国在稀土的冶炼加工技术以及出口规模方面都拥有着几乎无可替代的优势。长期以来，美国在稀土开采和后续的加工环节一直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
即便美国国内的稀土资源储量并不低，但由于缺乏完整的稀土产业链，无法实现稀土资源的自主高效利用。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步收紧稀土出口的审批流程，特别是针对与军工和高端技术敏感领域相关的稀土出口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管控措施。美国国内对稀土供应的焦虑感不断加剧。此前，特朗普曾公开表示，要对中国稀土加征200%的关税。从表面上看，这是美方在向中方施加压力的威胁手段，但实际上却暴露了美方的无奈。因为美方深知，一旦失去了中国的稀土供应，美国国内的许多关键产业链将会直接陷入瘫痪状态，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冲击。第三项要求是中国缓和在技术领域的出口管制与市场准入限制。这一诉求的提出，深刻反映出美国科技企业当前所面临的不安处境。此前，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霸权地位，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芯片、半导体设备、人工智能算力等领域的出口限制政策。在政策实施初期，这些措施被美方视为打压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政策的反噬效应很快便显现出来。美国的科技巨头企业由于失去了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业绩出现了明显承压。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得不相应减少，部分企业的股价更是出现了大幅下跌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恢复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渠道，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美国不少科技企业的共同诉求。此次美国代表团在密谈中释放出希望中方缓和技术领域管控的信号，其核心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谈判为美国科技产业缓解当前所面临的部分压力，帮助美国科技企业。美方将这3项诉求打包向中方提出，一方面是想在谈判中集中向中方施压，试图迫使中方在多个利益领域做出让步；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借助之前加征关税的威胁，在谈判桌上营造一种紧张的交易氛围，让中方在压力之下接受美方的不合理要求。面对美方提出的3项核心要求，中方代表团团长李成钢在3天的会谈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审慎克制的态度。对于美方提出的每一项议题，中方都没有急于做出承诺，而是反复强调中美双方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这样的表述在以往的外交场合中虽然并不新鲜，但放在此次谈判的特定情境下，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中方的回应既没有正面迎合美方的要求，也没有直接拒绝美方的提议，而是巧妙地将双方的对话置于长期博弈的宏观框架之中，传递出中方希望从长远角度解决中美经贸分歧的诚意与立场。对于美方而言，他们急于在短期内取得谈判成果，以缓解国内相关产业的压力，并服务于国内政治需求。而中方这种着眼于长期、不急于求成的回应方式，恰恰打乱了美方预设的谈判节奏。美方越是急切想要推进的议题，越是难以从中方这里得到实质性的回应，这使得美方在谈判过程中逐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会谈结束之后，美方突然宣布延长178项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期，豁免期限为90天。此次关税豁免所涉及的商品范围广泛，涵盖了化工、电子、医疗、能源等多个美国国内的关键领域，涉及的贸易规模也十分庞大。然而，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美方并未对外界释放任何相关预告信息。结合此次中美密谈的背景来看，美方这一突然的举动，几乎可以被解读为，在谈判桌上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后，为了避免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维持当前局势的相对稳定，而不得不向中方释放的一种温和信号。如果美方在此次谈判中真的占据了绝对主动，能够迫使中方做出让步，那么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谈判结束后做出这种看似退让的举动。这一细节恰恰清晰地表明，在此次谈判过程中，谈判的主动权并未掌握在美国手中，中方凭借坚定的立场与灵活的策略，在谈判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在此次3天谈判所涉及的核心议题中，大豆问题最为直观地反映出了美方的焦虑情绪。早在谈判开始之前，特朗普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中国必须增加对美国大豆的采购量，
并且还公开将中国采购美国大豆与美国的关税政策挂钩，几乎是赤裸裸地将美国大豆的采购量，并且还公开将中国采购美国大豆与美国的关税政策。然而，面对美方在大豆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明确要求，中方并未给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事实上，中方之所以能够在大豆议题上保持从容淡定，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积极的举措，逐步削弱了对美国大豆的依赖。在进口渠道方面，中国积极拓展多元化的采购来源，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家已经成为了中国大豆进口的新供应支柱，有效降低了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依赖。在国内生产方面，在中国相关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国内大豆产量不断提升，已经突破了2000万吨大关，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大豆市场的供应保障能力。更关键的是，中国在农业技术创新领域不断突破，通过饲料技术革新，大幅降低了对豆粕大豆加工后的副产品是重要的饲料原料的需求，从整体上逐步减少了对进口大豆的依赖程度。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即便中国完全不再进口美国大豆，国内的大豆供应体系依然能够保持稳定运行，不会对国内农业生产与相关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美方原本希望将大豆议题作为向中方施压的重要筹码，但随着中方在大豆供应体系建设方面的不断完善，这一筹码的实际分量已经大幅下降。与美方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农业界的焦虑情绪正在不断加剧。2025年7月，美国大豆协会以及多个农业州的代表专门向白宫递交了请愿函。在请愿函中，他们直言美国目前已经找不到可以替代中国的庞大大豆市场，库存压力不断增大，农场经营持续亏损，大豆出口份额不断萎缩等一系列问题，让美国农业选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威胁与经贸谈判，将中国重新拉回到依赖美国大豆的轨道之上，但现实情况却是中国已经在结构性层面完成了大豆供应去美国化的布局。这也正是中方在此次谈判的大豆议题上能够采取冷处理态度的底气所在。在谈判进行到第2天时，双方在大豆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显，谈判气氛也因此显得较为僵硬。美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急切，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在此时的大豆议题上找到突破口，那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后续的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团队甚至已经为此制定了多套应对说辞，一旦此次谈判在大豆议题上失败，就会对外宣称是中国不愿意合作，试图将谈判失败的责任全部转嫁给中方。然而，美方内部的焦虑情绪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大豆议题上的真实处境。美国大豆滞销的问题已经在农业带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在不断报道大豆种植农民所面临的困境。为了证明中国依然需要美国的农产品，美方试图用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们拿出了详细的对比表格，强调中国市场每年对大豆的需求量高达数亿吨，其中相当一部分大豆此前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但中方代表非常清楚，随着中国大豆进口格局的多元化发展，美方所提及的这些数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并没有急于反驳美方的观点，而是平静地在谈判桌上展示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详细记录了近期中国与南美多个国家签署的长期大豆供货协议。文件上清晰的签字与明确的日期让美方代表无法反驳美方所宣称的中国大豆市场缺口，实际上已经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订单得到了填补。美方代表在面对这份文件时，一时间陷入了沮丧与尴尬的境地，在大豆议题上的谈判优势也随之荡然无存。在大豆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美方代表转而将谈判焦点转向了第2项诉求——稀土问题。美方代表在谈判中强调，中国对稀土出口实施的管控措施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壁垒，严重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运行。他们声称，稀土作为全球产业链中的关键战略性资源，美国绝对不可能容忍中国通过人为限制的方式来影响稀土的全球供应。为了在谈判中显示出强硬的态度，美方代表甚至以威胁的口吻表示，如果中国不改变当前的稀土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并且会积极寻找其他的稀土供应来源，以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然而，在中方看来，
美方的这番威胁几乎是空洞无力的。面对美方的强硬表态，中方代表并没有直接进行驳斥，而是平静地指出，稀土资源的开发与出口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中国完全有权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环境保护需求以及产业发展规划，对稀土资源的开发与出口进行合理调控。同时，中方代表还明确表示，中国并没有禁止稀土出口，只是对稀土开采、加工等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稀土产业的发展必须符合环保标准与产业升级的方向。这不仅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更是基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考量。尽管中方代表已经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立场，但美方代表依然坚持己见，声称中国提出的环保要求只是限制稀土出口的借口。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在利用稀土这一战略性资源卡住美国相关产业发展的电动汽车，尤其是在美国大力发展的电动汽车、军工装备以及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稀土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双方在稀土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谈判桌上的气氛明显升温，双方代表的发言声音也比前一天更高。现场的翻译人员不得不频繁插话，以确保双方传递的信息能够准确无误地被对方理解。但对于中方而言，谈判团队成员心中非常清楚，美国所谓的稀土替代战略目前远未成熟，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对中国稀土的有效替代。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美国确实尝试过重启国内的稀土开采项目，但由于稀土开采成本高企、环境保护压力巨大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项目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收效甚微。即便是美国在澳大利亚等国家找到了一些稀土开采与加工的替代工艺，但从产能规模与稀土品种的完整性来看，这些替代来源根本无法与中国相比，远远不能满足美国国内相关产业。美方此前所宣称的对中国稀土加征200%关税的威胁，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手段。如果真的实施这一政策，只会让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在短期内付出更高的稀土采购成本，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产业链的困境。正是基于对这些现实情况的清晰认知，中方代表在沉默片刻之后，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市场从来不会依靠威胁来维系，他会用实际需求来决定走向。这句话没有任何激烈的情绪表达，却如同一记重锤，让美方代表深刻意识到，在稀土议题上，他们手中的筹码正在一张张逝去。所谓的威胁根本无法改变美国对中国稀土依赖的现实。由于双方在稀土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第二天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美方在谈判中的焦躁与被动。美方原本希望在农业和稀土两个方向上寻找谈判的突破口，从而迫使中方在其他议题上做出让步，但他们最终发现，这两个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筹码已经被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战略布局与举措逐步化解。大豆进口渠道的多元化，让美方在农业议题上的诉求失去了分量。而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优势，则让美方的威胁显得苍白空洞。在当天谈判休会期间，部分美方代表私下进行了讨论。从他们的表情与交谈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们甚至开始担心，如果谈判继续按照这样的节奏推进下去，此次谈判很可能会彻底沦为一场。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的不是谈判的拖延，而是能够拿到选民面前吹嘘的实质性成果。但眼前的谈判局面，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方代表团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始终表现得极为冷静。他们没有急于宣布任何明确的立场，而是通过沉默与少量精准的表态，不断消耗对方的耐心与谈判优势。中方采取的这种以静制动的策略，并非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建立在对美国谈判筹码有限这一现实情况的清醒认知之上。中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与耐心，等待美方在谈判过程中自行暴露更多的破绽，从而在后续的谈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随着第二天谈判的落幕，外界对于谈判的具体进展依然一无所知，媒体们只能在各种猜测中报道相关消息，市场也在持续观望中美谈判的最终走向。但在谈判双方的心中，都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中美双方的力量对比
已经在这场不动声色的谈判较量中悄然发生了变化。谈判进入到第3天，双方终于将讨论的焦点转向了此次谈判中最敏感，也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领域——技术领域。美方代表在当天的谈判中，几乎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明确向中方提出要求，声称中国必须在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高端制造等关键技术领域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减少所谓的国家补贴，同时还要承诺不再针对美国企业实施额外的限制措施。为了支撑自己的诉求，美方代表还在谈判桌上摆出了一份厚厚的资料，资料中详细列出了近几年美国对华实施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国方面相应采取的反制清单。美方代表声称，如果这些技术领域的摩擦得不到妥善解决，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将会彻底破裂，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极为不利的局面。不过，他们随即又补充表示，美国可以考虑在部分技术领域放松出口限制，例如在芯片设备、ADA 软件以及高端 GPU 算力等方面做出有限度的松绑。但美方提出这一松绑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不再大规模推动国产替代，尤其是在 5G AI 以及军工相关领域。面对美方提出的这一系列要求和条件，中方代表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而是静静地翻看着那份美方提供的资料。一时间，谈判桌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空调的低鸣声在房间里缓缓回荡。这种沉默让美方代表感到十分不安，因为他们习惯了通过威胁或者许诺等手段，迫使谈判对手立刻表态，以掌控谈判的节奏和走向。然而，中方代表此时所展现出的克制与冷静，完全打乱了他们预先设定的谈判节奏。过了许久，中方代表才缓缓开口。中方指出，美国所谓的松绑举措，其本质并不是出于善意，而是一种带有明显利益交换意图的手段。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历程，美国通过实施一系列技术封锁和制裁措施，的确给中国众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企业在技术获取、市场拓展等方面都面临着重重困难，但与此同时，这种来自外部的封锁压力却意外地成为了推动中国在自主研发道路上加速前进的强大动力。从国产光刻机的艰难突破，到自研操作系统的逐步完善，从国产 GPU 的不断迭代，到高端服务器的自主研制，中国的科研体系在外部压力的逼迫下，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循环体系。听到中方的这一回应后，美方代表显得有些不耐烦，他们反驳称，尽管中国在部分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国际最前沿的技术水平相比，依旧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例如，在 EUV 光刻机、5纳米以下工艺以及顶尖 GPU 设计等高端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国际领先水平。美方强调，如果没有美国所提供的先进技术以及庞大的国际市场，中国根本无法真正进入高端技术领域，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然而，中方代表的回答依旧简洁而冷静。中方并没有否认在部分技术领域与国际前沿存在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但着重强调了差距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外部技术形成过度依赖。中国所秉持的战略从来不是单纯的去追赶一时的领先地位，而是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具备自主可控能力的技术体系。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前进的速度可能相对较慢，但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在符合自身国情和长远利益的自主创新道路上。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中方首席代表李成钢说出了一句看似普通，却足以影响整个谈判全局的话。他缓缓说道：“中美关系需要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找到合作路径。”这句话虽然没有激昂的语气，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技术细节，但却如同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美方代表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十分清晰明了，如果缺乏平等与尊重这一前提条件，中国是绝对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美方的单边条件的。美方所提出的所谓松绑，倘若建立在中国停止自主研发的基础之上，那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控制手段。李成钢用这种最为平和的方式，向美方阐明了中方在技术领域合作方面的坚定底线，绝不容许美方通过谈判来干涉中国的自主创新发展。美方代表听闻此言后陷入了沉默，他们内心深处也意识到，
无论再多的威逼利诱，都难以动摇中国在自主创新道路上的战略方向。事实上，他们自己也非常清楚，过去几年美国实施的各种技术封锁手段，并没有达到阻止中国技术进步的预期目的，反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加速前行。从芯片产业到新能源领域，从卫星技术到超级计算机，中国在各个关键技术领域虽然发展的过程充满曲折，但整体的进步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在这一刻，美方代表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明白，如果继续在谈判中保持强硬态度，只会让整个谈判陷入僵局，最终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要是做出过多的让步，又难以在国内对相关利益集团和选民做出合理交代，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之中。就这样，第3天的谈判会议在略显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了。双方在技术领域的谈判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也没有导致谈判彻底破裂。双方都在会后仔细权衡着下一步究竟该如何行动。新闻报道中也只是提及双方继续就经贸和技术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却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谈判具体进展的详细内容。但在这看似封闭的谈判室内，中美双方其实都心知肚明，这场谈判交锋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关税、大豆或者稀土等具体议题的简单较量，而是关乎未来20-30年全球科技格局走向的一场生死较量。3天的谈判在看似无果而终的表象下落下了帷幕，但恰恰是这种没有达成明确协议的结果本身，成为了最值得关注和深入剖析的要点。它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美国以往在经贸谈判中所惯用的传统工具和手段，正在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效力，而中国应对此类经贸博弈的方式则愈发显得稳健且成熟。曾经，农业领域是美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凭借着大豆、玉米等大宗商品，成功让中国市场对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在当时的情境下，美国一旦切断这些农产品的供应，就能够对中国施加巨大的经济压力，进而在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供应链体系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曾经的有力武器，如今已经逐渐失灵。巴西与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迅速崛起，并填补了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空缺，使得中国的大豆采购渠道不再局限于美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如此一来，美国农民所面临的大豆滞销困境不再是中国需要担忧和解决的难题，反而成为了白宫必须正视并应对的棘手政治负担。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国内农业选民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压力，稀土领域亦是如此。美国曾一度将稀土视为自身在经贸谈判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筹码，甚至认为凭借稀土资源的战略地位，中国迟早会因为相关资源管控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围堵。但现实情况却与美方的预期截然相反。即便美国高调宣称要对中国稀土加征200%的关税，可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改变对中国稀土的依赖现状。这背后是产业结构的现实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国内的产业链在稀土这一关键领域短期内根本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其结果就是，原本被美国视为谈判筹码的稀土，如今反而成为了守护中国在相关产业优势地位的护城河，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的主导权。在技术管制方面，情况同样如此。美国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对芯片和高端设备等关键技术领域实施封锁，以此来延缓中国的科技追赶速度，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但事实却证明，美国的这种封锁手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成为了推动中国加快自主研发步伐的催化剂。从芯片制造到卫星通信，从新能源开发到人工智能应用，中国在各个科技领域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技术封锁而停滞不前，反而在自力更生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条全新的发展路径，逐步建立起了相对独立且完整的技术循环体系。中方首席代表李成钢在谈判桌上所提出的中美关系需要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找到合作路径这一观点，已然成为了这场经贸较量中的关键话语。
它虽然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却释放出了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号，那就是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平等对等的基础之上，而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屈从。过去美国习惯了以自身的优势地位来单方面设定经贸规则，试图主导国际经贸秩序，但在如今面对日益强大且坚定立场的中国时，这种陈旧的谈判模式和霸权思维已经行不通了。此次谈判的无果而终，恰恰有力地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不再是以往那种单方面的施压与让步的简单互动模式，而是进入到了双方相互博弈、寻求平衡的新阶段。这场谈判也让外界更加清晰地看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美之间的较量焦点已经从关注短期的谈判结果，逐渐转向了着眼于长期的战略博弈过程。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或许依然在执着于追求在选举周期内能够展现出的所谓成果，但中国显然已经站在更长远的角度，精心谋划着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全球发展趋势的战略布局。在这3天的谈判过程中，中方所展现出的沉默与冷静背后，实则蕴含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战略定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看似无果的3天谈判，就如同为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提醒着世界各国，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凭借单边的施压手段，在国际经贸关系中，正如大豆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取，稀土掌握在中国手中，技术封锁只会加速被封锁方的自主替代进程一样。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以及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现实，决定了霸权逻辑在国际经贸领域的边际效应正在不断递减。未来的中美关系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谈判而发生彻底的转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3天的谈判已经在无形之中悄然改变了双方博弈的节奏。美国越发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工具箱里可用的工具越来越少，而中国则越发明白，自身所具备的耐心正在逐渐成为在这场长期博弈中最强大的武器。双方都清楚地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漫长博弈，真正的胜负并不会在短期内决出，而是将由时间来做出最终的判定。因此，这3天谈判所呈现出的无果状态，或许恰恰就是最为深刻、最具启示意义的结果。它昭示着一个时代的重大转变，即从过去的单边优势主导，逐渐走向多极均衡发展，从短期的压制策略，慢慢转向长期的对抗与合作并存的新局面。历史并不会在这3天里戛然而止，但历史的发展方向却已然在这3天的谈判中悄然发生了偏转，为未来中美乃至全球的经贸格局演变埋下了伏笔。